贵宾一同入席上座。而我们今天的揭牌典礼在稍后呢也即将正式展开，邀请所有的一位贵宾请入席，让我们共同倒数3秒，3、2、1，请揭牌！哇，我们彰化县北斗户政事务所正式启动。完成，邀请所有的贵宾我们新的一个措施跟我们先做个报告。咱这个中华湾林、和美、KO 到里林都已经整并完毕。那为今仔开始，咱北斗区也做了一个整并最主要是因为组织再造，希望把咱的这个人力做最精简的一个部分。那多出来的这个经费，我们再挹注到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建设那但是呢，我们虽然说整并之后，对于民众的服务是没有变的咱民众来申请咱一寡资料，还是讲拢透过咱的这个柜台就可以来做完整的一个这个服务那另外我们呢，过去呢在北斗地区是没有假日服务，那这次整并完了之后，以北斗这个事务所为中心所，那剩下的部分是做我们的办公室。那我们呢也在北斗所增加了我们从8月3号开始增加了我们的这个星期6的一个服务让我们的上班族也能够利用假日的时候来办一些相关的户政的手续。那包括我们的这个生育津贴的发放等等，还是都维持在我们的各个户政事务所所以我们呢这个增加服务但是呢这个整并完之后，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服务是没有改变的，也在这边再次的欢迎我们的乡亲有这个需要我们来服务的地方也不要客气。那我们呢也会精益求精，让我们的服务品质都能够呢持续更好，还要更好这样。是，通常整并之后，好像那个环境都有所改变是不是强化我们整个提升我们这个施政效率的这种一个开始？我们的现在的服务是以民为本那提升我们的服务的一个效率，那最主要是还可以再增加我们假日服务民众的一个这个品质那就是希望说让我们的乡亲都能够更加的方便。那我们做这个整并最大的功能还是在这边。电话接入帮邀请。3、